綠寶橙汁解渴信後 Green Sport 綠寶橙汁清新感受。好多人中意呢種清新感受，好多人中意飲綠寶橙汁。綠寶帶俾你清新感受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早記攻略，我係早記啊。今日嘅前世今生系列呢，就會同大家講下，依家已經喺香港好難先揾得到，但係呢，喺小時候大家都應該飲過嘅綠寶橙汁啊。咁唔講唔知啦，綠寶橙汁呢，一開始呢係有一個好趣致嘅名，叫做骨連士寶啊。呢一個名呢，喺當時呢，因為唔係好俾大眾接受得到啦，於是乎呢，喺之後就改成咗大家都認識嘅綠寶橙汁啦。以前呢，當一班小朋友一齊去飲呢啲嘅飲品嘅時候呢，如果飲綠寶嗰個小朋友呢，多數都會覺得自己呢個品味係高少少嘅。原因呢係綠寶呢嗰陣時同半島酒店呢係合作過嘅。咁嗰陣時呢係有一句說話叫做入半島飲綠寶咁樣嘅。呢啲嘅故事呢，喺呢條嘅影片入邊都會一一咁樣去回顧一下。咁所以呢，希望大家可以睇晒呢條影片啦，唔好跳過任何嘅章節。呢一個呢，就係對於早記最大嘅鼓勵啊！事不宜遲啦，我哋而家即刻翻去綠寶嘅發源地美國去講起。綠寶橙汁係香港人集體回憶入邊不可或缺嘅經典飲品。佢嘅故事呢，要由美國講起啊。Green Sport 原本係一個美國飲品嘅品牌，最初推出嘅呢，就係橙汁嘅汽水啦，帶有清爽嘅氣泡感啊。不過呢，當佢傳入香港之後，配方就經過改良，變成不含氣嘅橙汁啊，口感更加柔和啦，亦都係更加符合當時香港消費者嘅喜好啊。其實呢，綠寶橙汁早喺1930年代呢已經喺上海出現嘅啦，成為當地都市文化嘅一部分啦。到咗1950年呢，香港豆品有限公司，即係今日維他奶嘅前身啊，正式引入咗呢一款嘅飲品，並開始喺香港市場推廣啊。由於橙汁味清新啦，價錢親民啊，再加上廣告宣傳到位咯，綠寶橙汁好快就成為咗香港人日常生活嘅選擇之一啦。值得一提嘅係咧，綠寶橙汁喺香港初登場嘅時候咧，仲有個頗為趣怪嘅中文名字，叫做骨連士寶啊。雖然咧呢個名咧係帶有原本個名嘅譯音味道啦，但係未可以真正打動消費者。後嚟咧，品牌決定改名為綠寶橙汁，簡潔易記啊，又帶有清新嘅感覺，成功塑造咗一個深入民心嘅形象。要成為經典嘅飲品，關鍵在於綠寶橙汁獨特嘅產品特色啊。首先呢，佢主打不含氣橙汁，同市面上面大部分嘅碳酸汽水形成鮮明嘅對比啊。呢一個定位咧，令到綠寶橙汁顯得更加天然、更加健康，特別適合唔中意飲氣泡感嘅消費者。其次咧，玻璃樽嘅設計亦都成為咗品牌經典嘅標誌啊。樽身簡潔而耐用，無論係喺街頭嘅士多咯，定係高級餐廳，都可以見到佢嘅身影啊。玻璃樽咧，唔單止係方便保存，仲賦予咗綠寶橙汁一種嘅有質感嘅形象，令佢超越咗一般嘅飲品，成為收藏同埋懷舊嘅象徵啊。喺味道方面咧，綠寶橙汁柔和順口，帶有清新嘅橙香，飲落唔會過甜，亦唔會過酸，正好迎合大眾嘅口味。相比起刺激嘅碳酸飲品咧，綠寶橙汁更加顯得溫潤，適合各個年齡層嘅享用啊！最重要嘅係，綠寶橙汁成為咗夏天消暑嘅首選啊！喺炎炎夏日咯，打開一支冰凍嘅綠寶橙汁，清爽嘅橙香同埋柔和嘅口感，瞬間就會帶嚟消暑解渴嘅快感啊！呢一種獨特嘅飲品體驗，令佢成為香港人集體回憶入邊不可或缺嘅一部分。最初喺香港率先將呢款美國飲品引入本地市場嘅呢，就係牛奶公司啦，為香港人帶嚟咗一種新鮮嘅橙汁選擇啦。當時嘅飲品市場呢，係以汽水為主流咯，而綠寶橙汁呢，就以不含氣作為特色，顯得格外突出。如之前所講，1950年呢，香港豆品有限公司正式接手代理咗綠寶橙汁啦，並開始大規模咁樣推廣啊。佢哋就將定價定為每支1毫子5仙，
既親民又容易接受，令到綠寶橙汁更大範圍咁樣佔據飲品嘅市場啊！廣告宣傳呢更加強調先產製造不含氣，凸顯產品天然清新嘅形象，成功吸引咗唔少嘅消費者。到咗1957年啦，代理權就轉咗俾淘大啦。淘大咧憑住自身食品品牌嘅影響力，令到綠寶橙汁咧繼續成為香港人熟悉嘅飲品啦。不過咧，隨住市場競爭嘅加劇，淘大咧喺90年代逐漸退出飲品嘅業務啊，專注於醬油同埋調味品。綠寶橙汁嘅代理權咧就係咁樣轉交咗去到永南食品嘅手上啦。永南食品咧本身就係公仔麵嘅代理商啦，雖然擁有一定嘅市場基礎，但係對綠寶橙汁嘅推廣力度未能延續過去嘅盛世。加上香港飲品市場競爭激烈啦，無論係可口可樂、百事可樂定係本地新興飲品嘅品牌，都不斷推出新嘅產品，令到綠寶橙汁難以突圍啊！結果咧，綠寶橙汁就喺香港市場逐漸式微，失去咗昔日嘅光輝啦。到咗2000年後啦，綠寶橙汁幾乎係完全消失喺香港啊，只能喺海外市場，就例如係泰國咁樣啦，繼續去生產。對於香港人而言啦，綠寶橙汁唔再係日常嘅飲品啦，而係一段懷舊嘅記憶，象徵住品牌更替同埋市場潮流嘅無情變化。雖然綠寶橙汁喺2000年後咧，幾乎係消失咗喺香港嘅市場啦，但係佢嘅故事咧並未完全嘅終結嘅。喺海外咧，特別係泰國啊，綠寶橙汁仍然係持續生產，令到呢款經典嘅飲品咧得以延續生命啊。2008年咧，半島酒店為咗慶祝80週年啊，特別由泰國入口咗2400支嘅綠寶橙汁，重現昔日嘅經典啊！呢個舉動咧，唔單止勾起咗香港人嘅集體回憶，仲令綠寶橙汁再次成為文化嘅焦點，象徵住跨越地域嘅懷舊情懷啊！部分嘅收藏家咧，亦都會喺海外購入綠寶橙汁，將佢視為珍貴嘅懷舊物品啦。泰國版嘅包裝雖然係略有不同啊，但係依然保留咗品牌嘅核心特色，令到收藏者咧覺得既熟悉又特別啦。喺某啲嘅懷舊派對或者係特別嘅場合啦，綠寶橙汁仍然係會被供應啊，成為一種文化回憶。佢唔單止係一支嘅橙汁啊，而係一個跨越時代同埋地域嘅記憶，象徵住香港人對舊日生活味道嘅追尋啊！綠寶橙汁嘅海外延續，正好反映咗經典品牌雖然係淡出咗本地嘅市場，但係仍然可以喺另一片土地延續生命，並透過懷舊嘅情懷，再次回到香港人嘅視野。綠寶橙汁喺香港嘅成功，唔單止係靠產品嘅本身，仲要歸功於一系列極具創意同埋影響力嘅廣告宣傳。1974年，品牌同半島酒店合作拍攝咗一則嘅經典廣告。喺片入邊，一位小男孩走入酒店，毫不怯場咁樣向侍應點咗一支綠寶橙汁。呢一個場景唔單止令到人印象深刻啦，更加凸顯咗綠寶橙汁有卡士有面子嘅形象，令到佢由平民飲品升格成為時尚同埋高級享受嘅象徵。1984年，綠寶橙汁再度推陳出新，推出咗黃牌樽裝版本。玻璃樽嘅設計唔單止係方便保存啦，仲成為消費者心目中嘅經典標誌。樽裝嘅綠寶橙汁喺當時大受歡迎啊，進一步鞏固咗佢喺市場上嘅地位。綠寶橙汁雖然已經係淡出咗香港嘅市場啊，但係佢留低嘅文化印記依然係深刻啊。最具代表性嘅就係玻璃樽裝嘅設計啦。呢啲樽身今日已經係成為咗絕版嘅收藏品啦。唔少懷舊嘅愛好者都會珍而重之，視之為一段時代嘅見證啊。
舊廣告片段亦都成為文化研究嘅重要素材啊！無論係1970年代半島酒店嘅經典廣告啦，定係其他宣傳嘅短片，都反映咗當時香港社會對飲品身份同埋品味嘅想象。研究者咧透過呢啲嘅影像，可以重構戰後香港消費文化嘅面貌。喺購物市場上面，仍然可以見到綠寶橙汁相關嘅物品，就例如係綠寶杯啦、冰袋呢啲嘅小物品，雖然係簡單，但係卻承載住一代人嘅生活記憶，成為收藏者之間交流嘅珍品。綠寶橙汁亦都經常同其他經典汽水並列收藏，例如係七喜、芬達等，佢哋共同構成咗香港飲品文化嘅懷舊拼圖啊，令人回想起昔日街角士多同埋冰室嘅味道。更加重要嘅係，綠寶橙汁已經成為咗香港懷舊展覽嘅常見元素。無論係喺展覽櫃入邊嘅玻璃樽，定係播放嘅舊廣告片段，都令參觀者瞬間回到過去，感受到一種跨世代嘅情感共鳴。綠寶橙汁象徵住香港戰後消費文化嘅一個重要章節。喺物資逐漸充裕嘅年代，佢以平民化定價同埋清新嘅口感，成為咗大眾日常生活嘅一部分，反映咗香港社會由基層走向多元消費嘅過程。同時咧，綠寶橙汁亦都見證咗品牌代理權更替嘅歷史，由牛奶公司到維他奶，再到淘大同永南食品，代理權嘅轉移，正好折射出香港飲品市場嘅競爭同埋轉型。呢段歷程咧，提醒住我哋，品牌盛衰往往同市場力量緊密相連。更加重要嘅係，綠寶橙汁已經成為跨世代共同記憶，深深烙印喺香港人嘅心目中。佢唔單止係味覺回憶啊，更加係一種情懷，連結唔同時代嘅香港人。入半島飲綠寶，更加代表住一種生活嘅格調。佢將平民飲品同高級場所結合，凸顯咗香港獨特嘅消費文化，既追求身份象徵，又保留親民嘅味道。呢一種矛盾正好體現咗香港社會嘅多層次性。綠寶橙汁嘅現代意義唔只係懷舊，而係一種文化延續。佢話俾大家知，消費品可以成為歷史見證，亦都可以成為跨世代情感嘅橋樑。好啦，今集嘅前世今生又到咗尾聲啦，唔知大家有冇飲過綠寶橙汁呢？對佢嘅印象又係點樣呢？歡迎喺留言區嗰度留言啦，大家交流一下。喺離開之前，記得訂閱、like、share 同埋 comment， 亦都請按上小鈴鐺，以接收早記最新嘅影片啦。下一集見啦，拜拜。